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的外交大臣拉米做飞机访问乌克兰，宣布要佮提供15亿美金的援助。双方嘛答应讲会赶紧来审查放任乌克兰要对罗西亚攻击的要求。另外，针对着西方国家宣布新的制裁，伊朗是否认有将底停的飞弹提供给罗西亚？就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英国外交大臣拉米10月访问乌克兰的时阵，受到指挥的空袭警报响超过要加半点钟久。乌克兰空军迄当阵伫社群媒体宣布讲有飞弹射来。布林肯甲拉米是最近自波兰坐9点钟久的火车来遮，两个人也宣布将会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布林肯讲会提供7.19美金，拉米是讲会提供6亿英镑，差不多7.8亿美金，讲起来15亿美金。Putin's further empowering his aggression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Iranian ballistic missiles. More than 600 million worth of support for Ukraine, including 242 million this financial year for immediate humanitarian, energy and stabilization needs. 布林肯讲，要当天啊，其中有一半的资金将会用伫咧互俄罗斯攻击受损的电力基础设施。两个国家也承诺会快速的审查乌克兰伫咧放任对俄罗斯境内攻击限制要求。美国的共和甲民主两个党的国会议员拢向拜登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赶紧解禁。另外，听讲俄罗斯已经摕到上新的底停伊朗的飞弹，西方国家伫随即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伊朗外长阿拉奇伫社群媒体答文讲，对英法再一遍应用错误的情报，并且用错误的逻辑来做代志。伊朗并无提供底停飞弹给俄罗斯。一个真爱制裁人应该家己问看卖咧，伊朗哪有材料制造并且卖这款武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